市民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新声节目。咱台南市伫咧105年的2月6号，就是咧过年前呢，有来发生过大地震。即马伫咧107年的2月6号，同款嘛是伫咧过年前，花莲呢又搁发生了大地震哦。咱希望讲灾情会当降到上低。咱即马呢嘛想要来帮花莲集气这个天佑台湾，花莲加油。好，咱今仔日呢，所要来讨论这个议题是之前咱已经决定的就是要来邀请到咱市府的相关单位呢，来甲咱的观众朋友说明讲过年期间应该安怎注重家己的安全健康，也搁有倒一寡呢艺文或者是交通的信息呢，会当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互大家好好的平安过一个好年。好，咱即马就来介绍今仔日到咱节目当中的贵宾。咱首先要来欢迎的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长叶哲山叶局长。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新年恭喜！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陈仪局长。主持人、电视机面前的观众，大家新年好！好，非常欢迎哈！咱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位呢是台南市政府交通局长林彦成林局长。好，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好！好，欢迎。好，咱最后一位为大家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副局长李正孝李副局长。各位乡亲，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好，咱即马要来先来请教着副局长啦副局长，咱今仔日2月8号录影的时间呢拄好是咱的春安工作要展开嘛但是因为呢这个花莲呢发生了这个大地震那这样子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警察局的这个人力的部署呢？今仔日是咱迄个春安工作实施的第一天。那每一届的春节拢是警察机关拢特别的无闲。那今年的春安工课刚好是从2月8号到2月22号。是。就是伫咧农历的初一进前7天，甲后壁7天，拢总15天。那拄好前2天花莲的地震受到这个天灾。那咱警察机关拢全力伫花莲遐的警察机关全力咧协助救灾。那咱台南遮因为全国今年今仔日是第一天的春安的开始。虽然讲阮全国各界各机关的警力拢有去咧斗支援，但是无影响到咱台南遮的治安工作。今年第一天的春安首日咱伫咧台南市第4分局会伫咧安平区公所的头前有一个警力的展示。活动正式从今天开始。好，那这样子再请教副局长那我们今年春安的工作主要的这个主轴是什么呢？今年的春安跟往年大部分都差不多我们今年有3大的工作主轴。是。那我们从这个可以看到第一个因为每当的过年民众放假尤其是大家放假尤其这个金流非常的普遍，所以我们为了辖区的治安，我们署里面或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规划的春安工作这段期间的3大主轴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治安平稳，第二个是交通顺畅，第三个是让我们民众安心。那这个治安平稳部分呢就是讲希望讲这个期间莫有窃盗莫有抢夺希望讲对于这个抢夺能够及时的破案，甚至于对于金融机构的这个防抢演练能够落实到这个金融行业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一个自主的安全的意识。另外对于这个职业性大赌场加强来取缔希望讲莫有因为民众去跋缴这个损失这些财物所以这嘛是咱这个警察机关这段期间所注重的。第二项交通的部分阮就配合交通局的规划，希望讲各风景区的交通会当顺遂。对于交通事故的防治我们在一些易肇事的路口希望能够加派警力的增加见警力防治交通事故的一个发生。第三，当然就是这个严重违规的，我们会加强来取缔。所以严重违规的就是平常我们经常发现
这些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酒后驾车、闯红灯，这些都是比较严重违规的，我们会在这3方面呢来加强，希望能够让民众外出的时候有一个平安的一个交通险。第3个就是说我们会增加一些贴心的服务。那这些贴心的服务呢包括我们这个现金的代保管因为我们这段期间呢，金融单位都停止营业，所以有一些行业在这段期间做生意有一些现金的流量多，但是他们可能放在家里不方便，所以我们在基层的派出所都会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来寄放这个就是现金的代保管。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互抄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因为过年这段期间公司行号发放一些现金年终考绩年终奖金这些现金携带的这个领取的这段期间比较多，那怕说因为在金融机关领取以后有一些歹徒的尾随所以他们申请我们来互抄看他们要回公司我们就护送他们回去避免中途被人家行抢或是遗失这是我们在这段期间除了这些犯罪的侦查啦、交通的维持以外比较贴心的一个服务。那副局长可以请教一下来讲那历年来伫咧春节期间较容易发生的治安问题，到底是拢倒一寡？这段期间，当然，你这个治安的这个情形我们经常比较发生的在历年来我们统计的一个情形，比较容易发生的，当然是一个窃盗还有一个强盗还有金融机构的一个失窃的这个抢案那还有职业性赌场的存在酒后驾车这些案件是比较经常发生的。那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来发现，我们在105年这个强盗发生2件，抢夺发生1件，那金融机构的窃案发生4件。那在我们去年经过我们每一年都事实上都有在进步。那我们去年在春节的期间就在强盗、抢夺还有金融机构的窃案这部分都是挂零。那只有我们一些起地职业性大赌场的这些绩效。那所以说，事实上在我们这些加强的一些作为之下在这段期间可以说是在我们台南市辖区里面可以说治安非常的平稳。那我们也希望说民众配合我们一些交通的管制措施这样可以供其他用路人大家共同来遵守交通规则。好，所以安尼听起来咱台南市这个治安伫咧春节期间是有一档比一档更较进步咱希望今年呢会更加好好，咱接下来要请教交通局长那我们在春节这段期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规划措施？是因为逐档来台南佚佗的游客呢拢足侪啦对，咱台南是最适合呢过年来讲慢活啦、悠游来吃小吃、逛文化的一个好地方所以春节呢都很多人所以呢，咱今年呢，我们特别呢将对这种2大的活动跟8大景点呢我有相关的一种一些配套啦所以我即摆甲大家报告，就这2大活动，我咧像夜金港的灯节啦、盐水风炮这种足闹热的迄8大景点像安平啦、赤坎啦、孔庙啦、关仔岭啦，有诶无诶梅岭啦，或者比这种大家拢最爱来所以阮针对这些，阮就有一些规划大概就是3部曲的，就是以交通疏导加上停车规划加上我们公共运输让大家呢来台南呢都是可以有春节一个好行然后可以呢很那个快快乐乐来台南玩，然后呢平平安安的回去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疏导措施当然，就每一个景点它有它的特殊性对，会不一样。对，那像很多那个景点很热门的平常的是平常时的讲像安平，平常时的交通的已经拢很拥挤了。那在过年期间一定会更多人。那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热门景点，有没有什么疏导的一个措施？像安平的，这是因为差不多20档来，我做副局长到这边做局长10几档的，逐档拢伫安
安平呢，哦，底下机会交通哦，啊，所以呢，这安平呢，事实上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啊，所以我那嘛是比照往年的哈，嘛是有一些呢，哦，管制措施哦，就是会做行人徒步区啦、单行道啦，或者是一些弹性的管制哦，啊，我们是希望能够做到人车分道啊，动线分流啊，一个，然后区内接驳的一个目标啊，就是讲安平其实呢，伊的路拢做细条，对啊，啊，咱车拢入面呢，啊，整个都堵在那边嘛，啊，所以我来讲，哎，里面呢，规划一个那个行人徒步区哦，像延平街啦、孝忠街啦、国生路啦、古堡街这个口雷啊，啊，车就卖入面安尼，啊，你若要开车来，阮外围有3、4千位停车位，互你停，啊，阮佫有3条接驳车哦，蓝线、绿线、红线。哦，你的接驳免钱的，吼，你袂来对安尼吼接驳，吼，啊，所以这部分呢，是希望呢，来那个安平佚佗的，拢会上接受我们的这些方案，那当然呢，因为从东西南北来，很多的一些方向，大家拢要行安平路入来，那种拢会塌底下，所以我们是规划说有一些替代路线，希望能够大家多多利用啊，你要北平来，你也可以走那个17线到那个台江大道，从那个那个市草大桥过来，伫南部起，卖去到安平，你健康路咧才弯入去啊，对，安尼呢，等于到阮的外围种停车场，阮有接驳车会当离遐佚佗安尼，所以是讲对安平啦，当然其他像阮夜景港灯节啦，或者是盐水风炮，有相关的一种行人徒步区或者是一些措施啦，这部分呢，请大家呢，好好利用谢谢。好，是，那很多民众会关心讲，安尼咱停车这安那收钱呀？要收钱，有没有优惠呢？甲大家报个好消息啦，停车休困这6天呢，这6天啦，阮公家的路边路外拢免钱拢免费停车啦但是民营的，迄阮委托民营的或者是民间他们自营的大概还是会照常收费啦那这部分，但是希望说莫讲因为停车免钱，你拢开车来安尼电到伫遐踅，你讲看你伫遐踅停车位，伫遐找停车位，可能浪费的时间跟金钱可能不止迄20块啦对吧？所以尽量呢用阮的公共运输，阮的公车，阮即摆公车做甲足好，阮有对做得很好对，咱有足侪种公车，拢会使要去倒拢有方便阮即摆有111条公车呢，会使载大家呢去世界佚佗这无问题。对，所以就是说，大家不一定要开车，因为时阵车汉你坐，你家己为着要找迄个停车位，真正在停足久的对，那我们在公共运输这方面啊，在过年期间，就是说都照常吗？对，这部分甲大家报告就是讲虽然我头先讲的迄，阮个最近大概这1年内呢，有一些好的措施啦像阮有 T-Bike 即摆今年已经有53站啊，去年差不多20站尔，今年有53站，拢总1500几台卡车会当伫市区，互你借来骑30分钟免钱安尼会当骑，拢轻松对。第二就是讲迄个台61线已经通到曾文溪畔啦所以呢，迄算快速道路以后你也在借由这一条如果高速公路塞车的话，你就借由我们东西向的横交道，就走台61线也可以很快速的到我们台南来对。就完全大湾交流道即摆义勇一路已经开通你袂使行这条，唔免去踏伫小东路高铁迄种 U 型车道嘛已经开放通行所以呢，也互来台南佚佗坐高铁来你来要接客、要送客都很方便就有一条专门的接驳的车道互大家用安尼所以这是拢做方便互大家来遮佚佗的啦当然头拄主持人问到讲。公共运输，你公车免来坐，我遮一条甲你讲，你可能话拢袂记一啦，免你得上我们交通局的网站就好啊你若有手机上方便 APP 阮的安平过好行那个停车台南好停那个台南好行，迄公车 APP 随时都可以。去取得你要的资讯。对，阮有公车动态资讯系统你随时看你要坐倒来车，要去倒，要几分钟要到，拢会甲你讲足清楚。而且那个真的很准时。对，很准时。我试过因为这种自己去试过。这种透过 GPS 的迄个定位啦，伊袂使黑白走，所以伊拢足准的嘛差不多
误差拢几秒啊，嘿，对，所以现在很准时，然后又方便，大家的爱贼，对，好爱贼，然后就是这个服务啊，跟这个车辆又增加的话，然后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让这个我们公共运输就更便捷，对不对？好，谢谢局长。好，那我们再了解说，怎样安全跟这个交通方面以后呢，咱台南市到底有什么款的活动会让大家去参与哪些英文讯息呢？来请教文化局长。台南是一个过年上好去佚佗的一个城市啦吼。所以平常时其实游客有真多。过年期间当然咱来为咱的游客来行村哦，准备更加好的这个活动安尼吼。所以这几天受到大家足欢迎的月丁港灯节，咱从2月初10号要开始，一直到3月初4。另外是讲，咱有足侪文化园区，嘛拢有特别安排节目，比如讲咱小龙文化园区有咱国际当代艺术节吼，有足侪国外的艺术家，像台湾非常好的艺术家，以小龙文化园区有足侪展览吼。另外是讲，包括咱中亚好，也是讲咱新娘文化中心嘛，拢有以狗年为主的旺旺来的狗年的一些特展啦吼，内容嘛拢真特殊，因为这是配合今年是狗年特别规划这个展览的活动安尼。另外是讲拄主持人有讲到，安平是咱上重要的这个古迹区吼，所以不管是安平古堡、赤坎楼，还是讲安平书等等，这古迹区内底嘛拢有特别安排过年的活动，嘛邀请足侪有名的这街头艺人。过年期间会陪大家来过年，以古迹区来做足侪这表演就对啦吼。另外是讲大家即站拢希望讲去日本看樱花，其实咱台南有一个所在，哇，嘛有800丛的樱花啦吼。最近开始咧开就是咱的山上的台南水道净水池遐，最近开始一直咧开因为最近天气较冷吼，所以今年开比旧年更加好安尼。所以赏樱花免去日本吼，来咱山上的台南水道，你会当看到足水的樱花安尼就对吼。所以过年期间咱台南不管是要去古迹、要去看展览、看表演、看灯节看这个花季等等，我想拢是一个上好来旅游、来行村上好一个城市啊。所以遮邀请全国的好朋友，大家过年来台南。像你刚刚讲那个樱花那个真的今年来不及出国的，可以到这个三雄这里追的，哇，那个好棒哦！是，对，局长你这样一讲，那边大概又要大客满。那我接下来要访问这个卫生局长，卫生局长好多问题要问你，因为可能民众过年过节跟身心健康有关的，都要来请教你。首先要问的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年节的应景食品哦，这个方面是不是卫生局有帮大家把关呢？食品的安全的把关呢，大概是规年烫天的啦，伫这个过年的中间呢，咱有特别为着像新花，这个年货采购，这个大家啦，咱会毋是讲平时的问题呢，就是讲咱来去做稽查，像月底港的灯节，迄人嘛是足济，对啊，食食的所在呢嘛是真多嘛是拢得爱平时就会去稽查过年无放假你们都没有放假，对，好辛苦哦。咱这个年节的有一个叫做伴手礼，迄咱伫1月14的时，阮也有加辅导过对。所以呢，互咱上餐厅咧食物件阮也是真安全其他呢，包括农产品卫生安全，这咱也做讲习的训练互大家呢采讲这水果的时阵呢，阮也是一个安全的选买啦个这个餐厅的部分呢，包括卫生的管理呢，咱其实阮也有做讲习，这拢规年烫天的代志。是。伫这个过年的中间呢，咱阮也会做安尼活动。民众呢，互因来到台南呢，来食食呢，拢是安全的安尼。对，所以这方面卫生局就是没有放假，要帮大家来把关哦。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说卫生局其实一直有在推动这个自杀防治这一块嘛咱知影讲过年期间可能足侪人若是过了好的就好，但是有一寡人可能伊平常时若是过了无好的，他会有心结。那有心结的话，过年对他来讲可能会是一种压力。那这方面的话，是不是卫生局也有做什么样的一个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过年的期间呢，这亲戚朋友大家拢会串门子嘛对啊。
啊，有老的，有少年的，有爱分红包的少年囡仔吼，这大家拢足欢喜。啊，咱古早咧讲囡仔痛过年啊，大人的烦恼无钱吼。所以大家若做大家若做伙的时阵呢，啊，亲友呢应该是用一个陪伴关怀吼。啊，若大家咧聊天的时阵，咱用一个倾听的这个过程吼，来了解伊的心情啦吼。无论老的还是少年的，大家拢有一个问题，啊，用一个鼓励的心、关怀的心来了解伊的情形啦吼。啊，无一定会出去嘛吼，出去外口有当时塞车，无咱交通局长会足烦恼哦啊。淡厝的时呢，大家聊一些比较快乐的事情吼。对。啊，若种讲无如意的所在。是咪讲咱这是大人，还是少年朋友呢？啊，尤其是是大人，哦，是大人，伊有人也可能，因为心苦白疼的关系，有咧食药啊。这食药啊嘛是爱做固定的时间啦吼。啊，若种讲对于咱这个较失意的这个亲戚朋友呢，咱来发挥这个守门人的精神啦吼。就是讲一问二应三转介啦吼。啊，这了遮呢有一寡。啊，若种讲较无如意的，大家心情想较袂开的，咱即个遮呢有一寡较迄落电话像卫生福利部的免付费关心电话，叫做0800-788-995吼，0800的免付费电话嘛，24小时。788的请帮帮，救救我995。啊，那佫有其他的。一寡张老师啦、生命线啦吼，这提供互大家呢去做参考。啊，聊天一问二应三转介。应嘛是一种关怀。啊，若种讲真正有需要，其实呢，咱的医疗服务呢是24小时，全年无休的。希望大家莫用到，啊，若有用到的时阵呢，忙客气安尼。对对对，希望大家过年都可以过好啦吼。但是有些人他反而就是说过年的时候他特别感伤，就有需要的时候大家多关怀一点。那另外就是讲，大家伫过年期间可能无点问题来讲，哇，今年大家拢要过年啊，好欢喜嘛，拢都会吃很好啊，然后大吃大喝，或者是说大鱼大肉。那这样子的话，尤其是对一些就是平常有慢性疾病的啦吼，然后什么三高之类的人呢，来讲呢，可能会对着身体造成危害。而且最近天气就是过年期间天气都是比较冷嘛，所以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卫生局长跟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讲一下，大家过年期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要保护好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对啦，这几天啊，确实真正有较冷吼。对。啊，过年的时阵，听伊讲有哪会冷？有哪会冷？啊，这就无法度的代志吼。系啊。若种讲，其实伫南部呢，咱是免烦恼啦吼，就是讲透早阴暗的时阵呢，先穿较少的安尼吼。啊，像讲去时透早要爬起来，咱下当呢，日头出门，日头一出门，咱哪来出门？出门。较烧热的时阵。当然，这个衫裤呢，就头烧安尼啦吼，因为咱那这人的一种反应，咱透早起来是血压会特别悬，若拄着烧冷的时阵呢，有当时啊血管收缩，伊的血压会搁较悬。过来就是讲，若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药啊来盲灯啦吼。局长，你讲到这个啊，很多我遇到很多老人，他们都说过年期间怎么可以吃药啊，对不对？是不是很多？这确实一个足古老的古老的这个传统啊，伊的意思讲，过年我若食药啊，等于规年套当拢食药啊。大家建议啦吼，同好这禁忌咱甲去掉。对啊。因为都像在食糖啊安尼尔。若无。咱较早食的吼，迄个二高梅食安尼吼，迄个安尼其实呢是，你若药啊有固定在食，伊个浓度呢拢维持一个，有那是真安全的一个情形啦吼。是。千万莫药啊无食。对。过年的时阵呢，有那人较放轻松，所以呢，这个喙呢手呢无停。有当时这个一个过年呢。可能1-2公斤走袂去啦，吼，所以呢爱注意，只呢食7分就好，爱运动。咱咧讲体重的增加，爱少吃多运动嘛，吼。其实呢，通常啊是这个少吃。对。运动量呢当然爱维持掉的，那千万莫大吃，就缺伫
做变啥沙发互你坐歹去吼，啊体重搁增加安尼吼。啊运动呢，袂当减少，平时就爱安尼做啊，吼，一礼拜可能5天的运动，啊一天呢忙少减少伊30分钟，哦啊过年的时阵，你若是讲啊真正足爱食，哦先甲水添好好，等来食饭，哦爱会减少迄个量，啊无咱蔬菜甲做头前，哦对，哦甲填好饱，哦所以健康饮食，所谓天天5蔬果，3蔬2果，哦安尼来食来调配咱的过年的迄个饮食啦吼，啊搁有哪大家提醒的，就是这个过年的药啊，千万唔好停啦吼，唔好停。对。啊，我哪甲大家提醒，最近呢，紧去甲药啊，慢性处方签哦，最近较紧去甲摕。嘿。哦，应该1礼拜进前1礼拜内，药哪会互你，啊忙过年的时阵咧找无医生啊。哦，对对对。因为过年期间哦，有些这个医院啊、药局他们是有休诊的哦。那如果你的药没有准备好的话，哈，可能到时候要吃药，迄用做无药的都漏啊。当然过年大家有哪较无爱去病院啦。嘿啦，啊不得已。咱咱台南市这病院，伫这个除了急诊以外，其实呢，大家病院内底呢，拢要维持少数的门诊。那包括呢流感，咱足惊这个过年的期间流感，阮也有一个类流感的门诊，这个大病院呢，大概要维持呢差不多150个门诊伫这个过年的期间，尽量莫用到啦。是，好，谢谢局长哦。其实局长，我之前在你们那个卫生局的网站，我看到你们公布一个消息，就是春节期间呢，大约有3至4成的人跟他春节差不多1礼拜哦，就可以胖1.5公斤。是。胖很快，但是1.5公斤要减很难呢，所以大家真的要像局长讲的这样。所以我有那建议大家，逐天爱徛房啊。下早爱徛咧，暗时爱徛咧，你就知影一天爱食偌济啊。没错，要有所警惕。咱开钱买啊，来甲放喺遐，较实用的，愈用愈俗啦。维持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好，我们谢谢局长，这都很实用的讯息啦哈。那接下来要访问我们警察局副局长哈。那警察讲，其实为今仔日在哈，就是第1分局已经有举办过这个防抢的演练哦。所以针对的讲哈，咱今年春节期间哦，是不是就是各分局已经都陆续有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演练？那这样子的演练呢，就是说刚才您有讲到一些互操功能等等的哈，所以我们民众他其实都很方便可以来申请嘛，对不对？我们在春安工作的3大主轴的最后一项，就是要为民众来贴心的一个服务。那今年在互操的工作还有一些金钱的代保管我们也都是希望各所还有各警察单位能够切实落实的执行。我来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在105年互操的服务有948件，那有25亿2千万元。哇，这么多啊！那再到去年就增加了1035件，那金额增加到28亿5千万。哇！可以想象说民众知道说我们有这一项的贴心的服务，所以对于这春节期间因为金融单位没有开业所以都能够想到说我们基层的派出所24小时都有人在看门。所以都能够来享用这项的服务。对。那现金代保管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105年替我们民众保管1亿1千万，那去年是比较少一点有6000万，有6000万。那这个都是我们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了那另外刚刚讲到防抢演练的部分我们在每一年在春安的这个期间各单位都有在防抢在演练这个防抢。那我们看一下那个数据就是说我们在去年有演练的56场，那今年已经有演练的38场。是。那这些最主要的最主要就是说让金融单位跟我们警察单位有一个连结让我们在演练的过程希望看检视一方面检验。这个我们金融单位行业的安全自主安全的能力，2方面也对于他们的警报器
还有那个录影监视器啊，检视看有没有损坏。如果万一真的损坏的就可以及时的修复。是。那透过演练的这个过程我们希望说让这个员工能够熟悉万一发生的这些抢案怎么样去处理。不只是希望能够及时的报案，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歹徒逃逸了，他能够利用演练的过程能够记住他的作案人的特征还有他的车辆的工具希望说能够提供我们破案的一个线索。那这个就是演练的一个目的。那二方面当然就是跟这些金融单位有我们警方跟他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这样的才能够彼此知道说怎么样来处理后续的抢案的一个处理的一个默契。对，因为有这样的演练，大家才能够随时提高警觉。而且有时候你没有演练突然发生了，你真的会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对，那副局长就是说，其实近年来那个诈骗的问题很严重。那在反诈骗这一块的话，警察局是不是也有什么样的努力呢？在诈骗的防治的部分我们当然也针对诈欺的部分尤其是最近我们对于这个取缔车手的工作不遗余力。那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防务犯罪宣导有关诈欺的防治诈欺的这个宣导部分我们就针对我们希望说让民众知道说如果说在提款的时候故意闪躲的或是躲避监视器的或是一边讲电话一边提款的或是用很多张的这个信用卡的。那这些都表示有可能是车手所以提醒民众针对这些就可以马上的报案，马上的报案。那当然也要宣导一下这个刚刚卫生局他讲他的步骤，我们被骗的一个预防我们也希望说让民众了解，一听二挂三查证就是听到这个民众打电，就是听到那个歹徒就是电话诈欺的部分有的是这个假绑架真勒赎啦。或是说猜我是谁啦，这些都是诈骗的一个手法。那我们听了以后看到的内容可以分辨出说，他这个是不是本地人？因为现在我们发觉有的是大陆腔外国腔那这些可能你就要想到说这些是诈骗集团的对象第二，你听完以后就先跟他挂掉你不要一直去跟他谈不跟他谈。你听完以后知道说，这个是诈骗集团的，你当然就跟他挂掉了第三个就叫查证，查证完了以后就打电话到我们的165专线，那我们会过滤来电的号码，然后再洗这些这些诈骗集团的地址，或是说网址，或是他的通信地点这样就可以这个让我们在侦查上得到更多的一个证据这个也是我们在预防被骗在宣导的一些重点。对，所以这个一听二挂三查证，这个大家切记记好，然后协助破案，因为这个诈骗的真的是太多了。像我个人，你刚刚讲的那个电话全部都接过，相信大家很多人都接过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请教那个叶子安局长那月经港灯节这个灯节已经变成全国仿效的一个灯节让为这个存在期间一直到来到这个元宵哇，真的是很棒的灯节。那我们今年灯节它的主题是什么？咱月丁港灯节对关市合并较近，今年进入了第7档啦去年来参观的人数有82万人所以会当讲每一档来月丁港灯节的人愈来愈多因为咱月丁港灯节是从一般的灯会较无同款咱的艺术性较悬咱的灯节是从规个环境结合做伙，因为月丁港是过去的这个古早时阵的这个港厝就对啦所以咱的灯画拢是水面所以伊映照在水面上，迄种感觉特别无同款今年的主题叫相约啦相约就是一期一会啦阮希望讲这个月丁港灯节已经变做每一个人相招朋友，是讲伫家族，大家每一档过年期间一定会来这个所在所以叫相约一期一会所以今年的这个艺术灯总共有48组件会当讲是历年来最多因为咱从过去的赖市长到今的李市长，
大家对这个月经港灯节拢非常重视。啊，咱这个清淤的工作一直在持续啦吼，所以拄一开始大概2公顷，到今年已经超过10公顷的这个水域啦吼，就是讲咱规个灯节的规模会当讲是愈来愈大啦吼。啊，当然这对于文化局策展的压力是愈来愈大啦吼。不过相对的，它的可看性是愈来愈悬啦吼。所以会当讲今年月顶港灯节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啦吼。所以过去捌来过一定爱来，过去也捌来过哦，更加爱来啦吼。所以而且简单啦，大家做一个安尼介绍，希望大家吼今年一定爱来。那局长，那里面比较特色，你个人觉得你很喜欢的有哪些？是今年有几个足大的特色啦吼。第一就是讲，因为咱这个月顶港灯节已经不是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灯节尔，嘛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一个灯节吼。所以咱今年特别从日本的京都，因京都于3月吼，嘛有一个灯节叫东山啦吼，东山花灯路灯节。所以今年咱有参与做结合，因有艺术家正10个艺术家来咱的灯节总共有做3座灯啦吼，3座灯其中有一座我感觉真特殊，因为咱知影讲日本的造景真有名，枯井是他们的造景非常有名的一种类型，所以因用枯井做一个主题，以咱的月经港灯节有做了一个造景吼，所以因的纸糊的艺术嘛非常悬，所以因的这个灯拢是用纸糊的吼。以咱的水面上会当讲是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水安尼就对了吼。另外是讲以咱世界上有一个专门咧做奥运的一个艺术团队叫 TDC， 这是一个澳洲的一个艺术团队就对吼。所以这几当全世界的这个奥运吼的开闭幕，大概拢是这个团体来这个策划制作的吼包括雪梨这个歌剧院。每年的那个 mapping show 投影这个灯光秀，拢是这个团体这几当咱一直参与联系，希望讲因嘛会当来咱月顶港灯节做一个以科技为主的这个艺术投影然后投影在我们的水面上安尼就对了吼，会当讲是一个3D 的投影然后你行过遐看到真水的投影水面可能迄鱼游过的时阵，你会被水滴溅在身上安尼吼，所以这嘛是今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吼，值得大家共同来期待。另外是讲这几当咱用的这个灯的材质拢是做环保的啦吼尤其以竹为主吼，所以做这个艺术家用竹来做这个艺术创作安尼吼，所以今年以竹为主题的这些艺术创作量体拢非常非常大，画拢要正10米宽度拢差不多4、5米宽哈。所以当讲是一个这个作品量体越来越大因为透过这个竹风一吹会有这种自然的竹声投影在水面上，又有不同的这种光影的这种当讲是非常无同款的这个光影的反射对了吼。所以我想今年所有的这艺术灯饰拢非常水做者人会问我讲恁的主灯是啥？我讲阮无主灯呢，阮48座拢是主灯的对啊。全部都主灯。唯一就是讲比较少看到那种12生肖像今年是狗年，可能你找不到像狗那种具象的造型的这种主灯啦较无安尼啦所以咱会当讲每一座灯拢是咱的主灯拢真有艺术性所以会当讲是台湾上水的一个灯节安尼。哇，真的，因为一般你去其他的地方都主灯，然后都一定是以这个当年的生肖狗然后今年就狗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边呢是融合了这个艺术，哇，还有这个历史，现在甚至非常的国际化，哇，真的很棒哦。所以呢，我们之前那个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前年60万人潮，到去年82万，我今年可能要破100了。好，那讲到说我们要去看这个月经港灯节的话，当然你看你怎样去参观那我们交通当然很重要，来请教交通局长。对啊，头仔咱文化局业绩人讲的吼，一当80几人去参观，那大家拢开车啦，我看都爆掉啦所以嘛是希望大家呢拢坐咱的公车啦那原来呢，咱本来咱要去
夜景港灯节赏灯呢啊，我本来都有5线的公车，我有中干线啊、中1、中2、中3啊，这支线呢，拢会到咱桥南街遐落车啊，那会直接呢啊去灯节呢啊来赏灯啊。那其实呢啊，我配合这个夜景港灯节跟风炮呢，我嘛都有开3条的接驳路线啊。第一条讲对高铁嘉义站到盐水信义桥啊。啊，第2条就是对迄新营太子宫，即今年旧年无啦，即对太子宫遐有一个足大型的停车场，啊，你车放伫遐，你会晓坐阮的接驳车啊，过迄个灯会迄个会场吼。啊，第3就是讲，咱的即摆我有一个迄个经营客转中心哦，啊，即摆已经咧用好啊，啊，遮遐会当停车，啊，阮若遐无接驳车呢，嘛会当接去到咱的迄个啊是。迄个夜景港的灯节现场啊，这部分呢，拢会使呢，哦，希望大家呢，多来利用啦，吼。啊，这部分哦，就是讲嘿，阮配合盐水风炮，盐水炮刚哥人个会较济，吼，3月2号啦，吼，3月2号呢，希望说呢，阮会配合机动来加班，哦，那暗时啊呢，要去的，到11点半拢有车，哦，那要回来。在12点，啊，一定甲大家拢载回来为止啦，吼。当然是12点以后呢，啊，你若个要坐，那会伫遐等你啦。等你好，袂使讲你伫遐等无公车等下，阮就吼，这部分拢大家会当呢，啊，多利用咱的迄个公车，看阮的接驳车哈，以上。对，所以其实配合这些节日呢，交通局拢都有经验嘛，所以都知道说，应该在哪边多安排一些点多安排一些车次，然后而且民众呢非常方便嘛，你就上这个网站，然后这个 APP 真的非常的准哈。我跟讲一个，我有骑过，绝对有准的，因为我这是最会骂的，不准的话我就骂，所以真的很准啊哈，所以大家就可以就是上网去下载那个 APP 来使用，让你这个过年交通非常的顺畅哈。谢谢局长。好，接下来呢要再来请教卫生局长哈。卫生局长，我们知道说1月我看者24号。迄阵出现了这个登革热确诊第1例的境外移入病例，啊，讲有登革热，咱虽然讲好像都是天气比较热的那个时候会发生，但是最近天气冷又发生，然后我们知道说你是那个我们台南市登革热防治中心的主任嘛，那针对这一块，其实登革热1年到头都不能去疏忽，因为近几年发生过很严重的疫情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是在讲登革热进前咱先讲迄个文化局和交通局呢有偌年伫个迄个灯节遐伊偌年准备啦吼。我差不多2礼拜进前呢有走去盐水卫生所，我拢安尼学拍照。已经呢看到迄个花灯的骨架，是泡风炮的骨架呢，拢撒出来啊。所以早就咧准备啊。是。你若过年期间呢，我咧想。若算讲因为轮班的关系，你会使先去看迄附近的花海，已经拢真灵咧水啊吼。这个登革热吼，我想104年是咱一个真灵咧辛苦的日子。这2年来呢，经过市政府局处的合作，甲区公所的拍拼，同主要咱市民呢有一个迄个配合，搁有那做全面的来做防疫呢吼，所以。伫这个106年呢，咱境外移入呢，但18例，那本土病例呢是0例，这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一个记录。那今年你来看，短的差不多9个月，咱已经有头1例境外移入。对。原则上看起来，咱本土病例本土应该无登革热的病毒。所以呢，咱的防疫呢，爱淡薄仔大家提醒，应该是1月初到12月30日天高日呢，拢有可能会发生。最主要呢，这应该是交通的方便，大家旅游的方便呢。去台南佚佗，也是讲咱一寡外籍的移工，因入来台湾炸入来。但是你会讲，咱去佚佗的较济，也是移工炸入来较济。咱去佚佗炸转来。佚佗较济哦。所以大家呢，应该搁倒转来了，咱就爱来讲，咱出国的时阵吼，是要安怎来做防疫啦吼，因为这个。期间有当时大家讲国内底呢交通较复杂伊就出国伫咧出国的期间呢，我想有3个步骤啦要出国进前，厝内爱先摒扫水的部分呢爱甲倒掉忙出国5天1礼拜对厝内咧拢忙。咱冬天的时阵呢，忙呢有那惊寒，所以伫户外呢移入来伫。这个户内，这呢，咱这有数据，像顶礼拜、第5礼拜呢，已经户内的从卵数呢，
比顶礼拜佫加差不多300几。哦。啊，户外呢，颠倒是减2000几粒。哦。所以大家知影网啊，阮也有偷看，因为呢伊入去迄个吼厝内，所以出国之前呢，一定爱好好啊甲用个清气。嗯。无转来你绝对困袂去安尼吼。啊，第二呢，伫出国中间呢，咱来东南亚可能爱穿长袜啊，穿浅色的衫裤。哦，啊，若种讲无方便，你可能爱喷迄个防蚊液。嗯。吼，啊，尽量呢，避免即个迄个啥物网啊夹着的机会。对。啊，若转来呢，大家有哪趣味？以早呢，若伫外国发烧，哦，啊，转来了，拢通常拢加工，吼，食一个药无发烧，无伫迄个海关就该炸落来，千万莫安尼做，哦。除了家己危险以外，咱国人也危险。所以转来了，若有接受防疫，哦，咱会自主管理，哦，啊，咱即若有那输案的检查，足紧就会知影讲到底是毋是即个病。啊，倒来一两礼拜中间呢，除了巡道清刷以外呢，可能即个若有发烧，24小时咱的病院的急诊有提供即个登个NS1的检查。是。啊，去医生遐，你爱甲讲你发烧，你阁有出国，尤其东南亚出国的旅游的历史。对。哦，啊，搁另外呢，咱即个日时，咱有200几间的诊所，哦，有即个 NS1的检查，这拢用利用。希望大家呢，忙惊发烧，惊防疫，安尼呢，咱的环境呢，当然是真安全啦，吼。啊，这。尽量配合，咱会甲伊，咱的成绩会较好，有那是大家会拍拼。2018年呢，咱大概有3个原则，大家爱配合的，就是讲自觉境外，咱就是卖互这天高热的病毒入来到咱的社区，咱就较安全。是。哦，啊，若要迄个卖，若要搁阻止这个病的传播呢，可能全民的参与呢。这是足重要的，吼，甲咱的环境用好，哦，啊，莫互伊有生卵的所在、腐卵的所在，哦，网啊呢尽量少，咱就较安全啦。哦，以上甲大家报告。好，那局长就是说，可能这段期间比较冷，那流感的状况好像也比较多，还有这个最近这个空气污染 PM2.5，大家也很关心这个部分，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是，这个流感的防治呢，可能今年有较危险淡薄啦，较危险。因为最近呢，咱有看到是 A 也有 B 啦，吼。哦，啊，佫有一寡感冒。哦，毋是流行性感冒。啊，这两种呢要安怎来分？这流感呢是规身躯的病，啊，所以有当时会发烧、畏寒，烧拢烧到真悬的温度，38度、39度。啊，这规身躯酸痛。哦，啊，咱若讲咱的感冒呢，可能上呼吸道流鼻水啦、哪喉痛啦。咳嗽的机会较大，哦，所以这拢是会当分别，但是若是发烧这个情形嘛，是爱找这个医生啦，吼。啊，这个咱过年期间，除了这个病院伊有这个迄个服务以外，急诊有服务以外，咱病院内底有12间的病院呢，有开这个类流感的门诊，哦，包括呢150个诊次，啊，咱。诊所呢，这个数据无迄落最近已经，差不多到170-180间。伫这个假日呢，有提供这克流感，啊，包括这个类流感的门诊。哦，咱的诊所的医生嘛是真辛苦，哦，迄个过年啦、假日因无休困，继续替大家服务啦，吼。是。啊，所以这若种讲记袂起来，咱迄个卫生局的网站内底呢。咱会提供这个资料，希望大家呢，若佫较无法度，咱这个有值班的电话，拍来卫生局，因会甲你提供这个资讯。希望呢，大家过一个平安的年。甲提供一个消息，就是讲，咱即仔迄个流感疫苗呢，咱伫台南市即仔剩无3000支，囡仔的部分呢，剩无100支。若种讲大家有兴趣啊，吼。应该是爱去做啦，资料呢提供这个免疫能力，咱过年的时阵也会无定应该较安全，过一个较好的年。
是。好，谢谢局长。好，我非常欢喜，今仔咱四位局长到节目当中，提供咱这些相关的资讯哦，咱的市民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哈。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在场的4位贵宾呢，来做个结论，然后顺便跟大家拜个年。来，先请副局长。过年大家有现金啊，行无地囥，来囥阮的派出所，保证安全，大家新年快乐，大赚钱。对，哇，这个推广的很好，现在大家都知道去用了。好，来，交通局长。欢喜来台南过年哈，希望大家来台南能平平安安、顺顺畅畅的啊，在台南呢欢欢喜喜佚佗啊，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谢谢，来陈怡局长。流感的防疫、登革热防疫，伫这个城市爱靠大家斗相共，哦，祝大家呢有一个健康的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谢谢。来，叶13局长。台南市政府所有的文化园区，包括文化中心这游览地点，初一到初5都无休困，开大门迎接大家来新春，而且祝福各位观众朋友新的一冬春喜旺来，台南好新春。好。非常感谢咱在场4位贵宾嘛，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吼。前面时间这帮呢，直接祝福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呢，会当平平安安的过一个好年。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新年祝福大家阖家平安，心想事成，事业宏图大展，五谷丰收，赚大钱。用感恩的心，感谢所有好朋友，伴阮行过去的点点滴滴，留下珍贵的记忆。新年咱更加少言少福，再加油，再打拼，求得咱大家上大的进步。赖美惠再度祝福大家阖家团圆，快乐新年，好运旺归年。所有的乡亲大家好，去年算是改革的一年，包括年金改革、一例一休隔回换人这个都在去年动荡之中来完成。期待我们新的一年会有新气象、新景气、新发展。新的经济带给我们更繁荣的一年，期待新的一年经济旺旺来，大家幸福快乐，恭喜发财，新春如意，谢谢。咱所有台南的乡亲，大家好，我是陈庭辉，伫这甲大家拜一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顺心，事事如意。明年是咱的狗年，祝福大家伫咱的狗年当中，拢会当旺来旺来旺旺来。而且嘛要拜托大家伫咱过去对庭辉的支持，嘛要麻烦大家继续做庭辉的后盾，互咱互台南起飞，互台南大发挥。双子星三冠王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宜珍，踮遮甲你拜年，明年是狗年，狗年哈，祝大家狗来福，狗来富，狗来旺旺旺，祝福大家2018一路发，一路旺。叶宜珍甲你拜年，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平安大赚钱，旺来年丰。各位咱双子星3万网的观众朋友，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好！我是立法委员黄伟哲、黄伟特，借这个机会，甲咱的双子星3冠网的观众朋友拜一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希望，好运旺旺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林春贤。哇，时间过了真紧，新的一年佫到啊！我伫遮呢，要来祝福咱所有的乡亲大家新年恭喜大家家庭平安咱事事无灾，咱厝内大细汉大家拢安尼平安健康
伫新的一年，咱心内想愿都有当来实现。我是立法委员林俊宪，伫遮向咱所有敬爱的观众朋友，致上我上届心内祝福。各位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恁的新郎王定武。新的一年已经到啊，祝大家新的一年每一天拢快乐、幸福、顺心如意。咱做伙打拼，互台南愈来愈旺，互台南愈来愈好。狗年行大运，恭喜大家！各位市民乡亲，大家好。台南市是全国第一个完成有线电视数位化的城市，代表台南市正大步向前，朝智慧城市迈进。新的一年，期许台南市持续努力，朝科技新城目标前进，也祝福乡亲阖家平安健康，旺年好运旺旺来。新年祝大家行大运，万事如意。希望市政会当更进步，咱的市民经济当愈好，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狗年行大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副市长张正元，在这边祝福大家新年快乐。2018年是狗年，祝福大家狗年行大运，好运旺旺来。我是台南市政府民政局的局长陈宗彦，一只恭喜大家新春快乐。在新春的时阵，大家当甲厝里的人做伙来行春，祝福大家新春新年恭喜，事事拢满意。恭喜大家新春快乐！恭喜大家新年快乐！欢迎大家新年来台南行春。咱有新化年货大街，阁有咱月经港灯节、盐水风炮，阁有丰富足水的国际蓝展。欢迎大家过年会当来台南行春。阁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新的一冬，祝福大家土丰民乐，春喜旺来。台南市是一个行春的好所在，所以今年过年期间，台南市有足侪艺文活动，欢迎大家小少来参观。尤其是từ2月初10开始的月灯港灯节，会当讲是非常的精彩，所以邀请大家做伙来参观。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啊！祝大家呢新年快乐啊！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啊！那祝大家呢未来一年呢能够呢平平安安啊，事业圆满成功啊！那当然呢交通都能够顺畅啊！那也跟大家呢先在这边拜个早年啊！祝大家呢家庭圆满，身体健康，谢谢。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局长王时思。新的一年又来了，欢迎大家在新春假期里面要到台南来走走，不管是来团圆还是来旅游，都非常适合来到我们台南哦。那最后也祝大家新春愉快，狗年旺旺来。大家好，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黄宗仁。过年期间，警察没有打烊。过年期间，所有的市民有任何需要，请拨打110，警察随时就到。祝福大家新年快乐，狗年行大运。我是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局长林建山。在此希望各位在过新年的时候也做好垃圾分类，将垃圾暂时做一个储存，然后在除夕的时候分类好，然后交给环保局的清洁队，然后在初四的时候再把垃圾拿出来。在此并祝福各位在新的一年能够顺利、快乐、顺利、平安。